當個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嗰陣，你係咪以為只要擘大個口、眯埋雙眼，衝入去撈底就可以做下一個成哥？但如果你冇搞清楚背後嘅邏輯，你只係執緊一把直插心臟嘅飛刀。無論係股市大跌、加密貨幣爆倉，定係樓市大調整，我相信你身邊實有一個半個股神上身嘅朋友，甚至乎各大散戶群組都好似邪教念咒語咁，瘋狂播緊呢句金句：別人貪婪，我恐懼；別人恐懼，我貪婪。大眾普遍將呢句話當成一張撈底免死金牌，好多人以為投資就係咁簡單啦，只要同大眾唱反調，人哋沽貨我掃貨，咪好似人哋放低啲錢我就去執，咁就一定發達啦。但其實巴菲特講呢句話，從來都唔係叫你盲目唱反調，更加唔係叫你去接飛刀。如果你個腦入面根本冇一套嚴謹去計算資產內在價值嘅法則，見到人哋恐懼，你就盲目跟住去貪婪，你嘅下場只有一個，就係粉身碎骨，真係輸到連底褲都冇得着啦。今日等我哋揭開金句背後嘅故事，睇下真正嘅貪婪到底係點樣煉成嘅。將時間撥翻去2008年嘅金融海嘯，嗰陣時嘅世界係點？雷曼兄弟，一間百幾年歷史嘅華爾街頂級投資銀行，話執就執，全球股市就好似跳樓機斷纜咁直線狂插，連帶全球最高級別嘅金融機構，例如美林、花旗銀行，全部都面臨緊擠提同倒閉危機。紐約證券交易所直頭係一片腥風血雨。無數億萬富翁一夜之間資產清零，恐慌指數創下歷史新高。當時嘅氣氛就好似你身處喺一棟起火嘅摩天大廈入面，所有人都踩住其他人個頭，尖叫住咁爭相跑向出口。現金係你唯一可以保命嘅氧氣罩。但係喺當年10月，全世界都瘋狂拋售手上嘅資產，誓要換做現金保命嘅時候，有一個將近80歲嘅老人家，竟然逆住人潮，一步一步行入呢棟充滿大火嘅大廈。巴菲特唔單止係得個講字，喺各大銀行連借100蚊俾同行都手震嘅時候，佢打開自己滿血嘅荷包，向極度缺錢嘅華爾街一哥高盛注資50億美元，然後再轉過頭向美國實體經濟嘅命脈通用電氣再加多30億美金，加加埋埋，佢喺短時間內掃入過百億美元嘅資產。喺人類金融史上嘅至暗時刻，巴菲特逆市成為咗市場上最大最冷血嘅貪婪者。究竟佢係癲咗，定係佢真係以為自己係神？戲肉嚟，點解連金融巨頭都唔知？聽日自己仲存唔存在嘅時候，巴菲特可以咁淡定？生物學話俾我哋知，當人類面對未知同巨大威脅嗰陣，大腦入面嘅杏仁核就會騎劫我哋嘅理智，令我哋陷入極度恐慌，本能反應得兩個：戰鬥或者逃跑。當時嘅散戶甚至係華爾街精英，大腦都只係識得沽出。但巴菲特並唔係賭徒。當全世界都望住股價跌咗幾多而心跳加速，巴菲特戴住嘅係叫安全邊際嘅特製眼鏡。咩叫安全邊際？舉個例，好似一隻全新嘅勞力士，公價值10幾萬，依家因為火燭，老闆急住要現金出糧救命，5萬蚊放出嚟賣，你買唔買？只要你揸住，佢遲早都會升翻上10萬。呢個極大嘅折扣空間就係安全邊際。巴菲特當時嘅心理狀態係極度冷靜嘅，佢成日講好消息係投資者最好嘅敵人，壞消息先係最好嘅朋友。佢嘅貪婪絕對唔係老散嗰種心口掛個勇字嘅情緒衝動，而係經過極度精密計算嘅結果。而且你以為佢真係咁好心去救市咩？睇下佢俾錢高盛嘅條件喎，佢買嘅唔係普通股票，而係優先股。高盛每年要乖乖派10%嘅超高息，仲送一大堆認股權證。等高盛股價升翻嗰陣，佢就再大賺一筆。呢種操作用我哋香港人嘅話嚟講，簡直就係搶錢。但留意翻，巴菲特有冇去買嗰啲爛晒、搞出個大頭佛嘅次按資產？絕對冇。佢係用跳樓價去買入擁有極強護城河，即係無可取代嘅競爭優勢嘅企業。所以巴菲特講別人恐懼我貪婪嘅真正潛台詞，其實係只有當最優質嘅資產
因為市場出現非理性嘅恐慌而產生出極唔合理嘅折讓，先會貪婪。如果間公司本身就係垃圾，跌到一毫子都依然係垃圾，你去貪婪，人哋只會當你係水魚。其實巴菲特呢句話背後隱藏住行為金融學一個極大嘅心理陷阱——羊群效應。現代人無論係投資、揀科定係職場轉型，都好容易被羊群效應牽住個鼻走。見到 AI 爆紅，見到某個行業好穩，就覺得呢個係風口，然後一窩蜂湧入去，結果係點？往往就係接火棒，面臨紅海競爭，爭崩頭都揾唔到食。相反，當某個領域處於低谷期，或者個市跌到七彩，大家就避之則吉，連睇都唔敢睇。呢句金句其實係超越咗投資界別嘅人生哲理。巴菲特提醒我哋，真正嘅獨立思考係要建立你對事物內在價值嘅判斷力。所以話，別人貪婪我恐懼，別人恐懼我貪婪。重點從來唔係別人點做，而係你到底知唔知自己買緊啲咩？無知嘅貪婪叫送死，有底氣嘅貪婪先至叫眼光。如果想聽更多金句背後嘅故事，就記得訂閱，俾個 like，打開埋通知，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啦。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嗰啲成日心思思去撈底嘅朋友睇下啦。我哋下條金句再見，拜拜。